緊急！銀座46年咖啡店本館結業，必試名物栗子蛋糕。話說喺銀座食完飯行下街，發現咗呢間嘢，一年賣20萬個嘅栗子蛋糕。個櫥窗睇落都幾吸引，寫住5月25號結業。入到去環境都唔錯，有10幾款蛋糕 set， 仲有巴菲同沙冰。除咗甜品，都仲有主餐食。叫咗呢個季節限定嘅啫喱巴菲、牛奶咖啡，必叫嘅栗子蛋糕，個巴菲都幾大杯，仲有呢個洋金菊茶，個茶都幾濃，值得一試。試下個咖啡先，都幾香濃，咖啡味都幾香，唔似得其他巴菲得少少雪糕。上面個雪糕超正，係蘋果味雪芭，啲生果好 juicy， 唔使講你都知正啊！基本上成杯嘢都係生果，零罪惡感。試埋個栗子蛋糕，果然唔簡單啊！濃得嚟又唔係好甜，日本小姐姐認證，正啊！個啫喱好水潤，感覺好清新。偷襲！個栗子蛋糕真心正，推薦啊！呢間嘢都算高級，味道確實幾唔錯。咖啡都見真要結近，咁就趁最後去打卡啦，下次再見。